歡迎收看客家苗路學人。每日嘅行義新聞，客家委員會5月24號舉辦悠悠港拍列車出發記者會，呢個計劃係中央老地方第一擺合作。今年有200人事件由自然加入行義悠悠港6個項目，希望未來做得個增加經費，擴大辦理，保存行義老客家文化。未係保存台灣話，老台灣文化。客委會對100人人員圖希示辦理，悠悠行義從通關認證，透過從5關，讓姿態、樂客呢也都有戲，本學齡前屆成員呢老關注戶同學習客化，到今未有7萬人殺成員呢熱情參加。今年計劃第一擺老13屆來市政府共同推動，對2月29號希示個禮拜接力辦理認證發通。用悠悠港拍列車嘅方式，使到各來市去，鼓勵大家多接觸一種語言探究新鮮學習興趣。本學會行義生活、老家庭生活，見到發通自信強度各樣測詢，以上提客家苗路學人嘅報道。撒下來愛教大家基本一個每日嘅行義就係講客，大家來講客，你學會嗎？下一擺上來了。